繼續來看這沙丁利風颱呢，這路線是繼續向北走去，對台灣的影響是大大降低的。也毋過，伊的暴風圈也是有可能會掃到馬祖地區。氣象署是有個講，拜四透早呢是有可能來發布海上風颱警報，同時提醒大家，這風颱掃過咱北部海邊的時，會甲西南風甲吹入來，所以到時這中南部地區要是愛注意大水雨。早起北台灣的日頭總算是出來了，天氣轉好。打進佇台北東北東600多公里海面頂懸的沙丁利風颱，繼續往西南西方向向中國的浙江來行。氣象署表示，風颱的路草向北來修正了後，未來會通過台灣的北部海面，上緊佇咧禮拜四的透早就會發布海上的風颱警報。它的積極風暴風圈大概有可能會掃到馬祖附近的海域，或者是也有可能會掃到馬祖的陸地哦，所以接下來是有可能會發布海警的，而且也有可能會針對馬祖發布陸上颱風警報。氣象署講，風颱佇咧接近的過程中，受到大氣也個海洋環境不利的影響，預計會豆豆減弱。不離個除了上瓦近風颱中心的馬祖地區愛特別注意以外，風颱佇咧通過北部海面的時陣，帶入來西南風會帶來雨水，會予中南部地區有局部性的大雨，甚至南部地區會出現低延時的大水雨，這影響會一直到禮拜。通過以後，它南邊的水汽會被帶上來，那就很容易在西南部這裡會下雨。那在午後啊，在這一種雨午後又會增強一點啊，所以它是屬於小範圍的強對流。專家分析，目前台灣悠懸佇咧規大片的低壓帶當中，一直到後禮拜低壓帶當中的擾動，攏有機會閣發展做風颱。不過對台灣的影響，就要閣繼續觀察。未來這一禮拜大氣的環境悠懸無穩定，中晝過了後對流較旺，降雨的時間嘛有可能會較久。記者綜合報道。